等我帶大家去行 Wales 最高嘅山 Mount Snowdon。坐咗3磅嘅來回巴士去起點 Penwide Pass。路線嘅難度嚟講，其實都可以接受，只係某啲位置要用手扶住上落。唔計休息嘅話，都要3個鐘頭上，3個鐘頭落，總共行咗6個鐘。沿途都有住靚靚嘅湖同埋啲山脊，中間有個心形湖，值得大家留意下。不過當然要睇路啦，如果唔係好似我咁樣呢，會跌親㗎。或者可以俾45磅上火車，直接上到山頂。呢條路係排隊同山頂標高處影相。山頂嘅風景真係好靚，仲見到有人喺度玩滑翔傘添，勁 chill。走嘅時候，我哋揀咗 Miners Track 行返落去個湖嗰邊。你仲可以帶埋泳衣嚟呢度游水，浸下水，降下溫添。風景嚟講，真係值得俾10分。咁樣配搭嘅路線非常之受本地人歡迎，仲可以見到綿羊添。呢一座係威爾斯最高嘅山 Mount Snowdon，你哋快啲都嚟行下啦！